2003年，周星馳籌拍電影《功夫》，特別重金禮聘香港影壇大佬洪金寶擔任動作導演。雙方喺上海拍攝，現場爆發極大衝突。洪金寶帶埋整個洪家班離開片場，更留低咗一句不可以只當自己係人，其他人係狗嘅重話。周星馳隨後揾黎元和平接手，但依然全額支付片酬，同喺片尾打上洪金寶嘅名字。究竟呢位喜劇之王同動作巨星喺片場爆發咗啲咩不可調和嘅矛盾，導致呢場轟動全港娛樂圈嘅決裂事件？講到呢次決裂嘅歷史背景，必須由2002年功夫嘅籌備階段詳細講起。周星馳喺2001年憑住少林足球打破香港華語電影歷史票房紀錄，事業去到全盛頂峰，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影業投入高達數千萬美元嘅巨額資金支持。周星馳希望喺呢部新片入面，將中華傳統功夫同現代頂尖電腦特效進行深層次融合，想打造出最頂尖嘅動作視覺場面。佢喺2003年初親自邀請洪金寶出山主持大局。洪金寶喺香港動作影壇地位極其崇高，手下嘅洪家班擁有幾十年實戰經驗同極高行業聲譽。雙方喺2003年5月正式簽訂合約，洪金寶帶領整個團隊進駐上海車敦影視基地，準備展開長達幾個月嘅龐大拍攝工程。呢次合作喺當時被整個娛樂圈視為兩大巨星強強聯手，所有人對呢部作品寄予厚望。但係現場嘅客觀環境同極端天氣，好快就為呢次合作埋下咗第一個致命危機。上海車敦影視基地嘅惡劣拍攝條件，成為咗衝突爆發嘅第一個直接誘因。2003年夏天嘅上海經歷酷熱天氣，車敦基地現場氣溫高達攝氏40度以上，而且缺乏基本嘅降溫設備。片場位於戶外郊區，四周圍滿咗大量毒蚊同野外昆蟲。洪金寶喺現場長時間親自指揮動作拍攝，加上佢當時年過50，而且體型較重，全身遭到嚴重嘅蚊蟲叮咬。呢啲毒蚊叮咬引發咗嚴重嘅皮膚急性過敏同發炎。洪金寶嘅雙腿同手臂出現大面積紅腫同痛癢，需要接受抗炎治療。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嘅情況下，洪金寶向劇組提出請假要求，佢需要暫時離開上海嘅高溫片場，返回香港接受專業醫療檢查同服藥，休息幾日。呢次短暫嘅離隊本來屬於正常嘅病假安排，洪金寶亦向劇組交代咗會喺幾日之後歸隊。但係喺佢離開上海嘅呢幾日時間入面，片場發生咗冇得逆轉嘅劇烈變化。喺洪金寶因病返港之前，兩人喺片場嘅工作理念同拍攝習慣已經積累咗極深嘅分歧。周星馳作為整部電影嘅導演同靈魂人物，對每一個鏡頭細節、喜劇節奏同動作畫面有住極度苛刻嘅要求。喺上海拍攝期間，一個看似簡單嘅出拳或者踢腿動作，周星馳往往要求重複拍攝20至30次以上。更令動作團隊難以適應嘅係，周星馳習慣喺拍攝現場即興改動已經設計好嘅武打招式。洪金寶同洪家班習慣咗香港傳統動作片嘅高效流程，習慣喺開機前將招式同鏡頭位全部規劃清晰。洪金寶注重傳統洪拳嘅實戰質感，而周星馳追求誇張嘅天馬行空效果。周星馳無休止嘅現場推翻同即興發揮，令洪金寶覺得自己嘅專業權威同團隊努力受到挑戰。洪金寶喺現場多次同周星馳爆發言語爭執，認為呢種反覆重拍同即興改動極度浪費資源同時間。呢種長期積壓嘅創作衝突，令片場氣氛喺洪金寶請假前夕已經降至冰點。當洪金寶喺香港看完醫生，返回上海片場嗰一刻，壓抑已久嘅矛盾終於全面爆發。洪金寶處理完皮膚發炎之後，回到車敦基地，準備重新投入拍攝工作。點知周星馳喺現場當面告知佢，劇組經已唔再需要佢繼續擔任動作導演，現場亦經已安排咗其他人接手工作。周星馳呢個極度冷漠同直接嘅當面撤換決策，喺大庭廣眾之下徹底激怒咗身為影壇大哥大嘅洪金寶。洪金寶認為自己作為資深前輩同獲聘嘅動作導演，喺完全冇事前私下溝通嘅情況下，被直接架空同撤換，受到咗極大嘅個人尊嚴侮辱。洪金寶當即喺現場收拾個人物品，指令整個洪家班團隊立刻收拾器材，撤離上海車敦片場。呢次劇烈嘅現場衝突，
標誌住兩位香港影壇巨星嘅合作徹底破裂，亦令整部功夫嘅拍攝工作陷入全面停擺。撤離上海片場之後，洪金寶喺面對香港媒體專訪時爆發咗強烈嘅公開怒火。洪金寶喺多次接受電視同報章娛樂新聞專訪時，直接對周星馳嘅片場作風同為人處事提出嚴厲指責。佢喺專訪入面公開留低咗一句廣為人知嘅重話，指做人不可以只當自己係人，其他人係狗。洪金寶批評周星馳喺工作中極度自私，完全唔懂得尊重其他專業人員嘅付出同尊嚴，亦唔明白同行之間互相體諒嘅重要性。呢句說話喺當時嘅香港娛樂圈引發咗巨大震撼，徹底揭示咗兩人關係經已去到冇得挽回嘅地步。喺隨後嘅數十年時間入面，只要媒體向洪金寶提起周星馳呢個名字，洪金寶依然保持極度強硬嘅態度。佢喺2024年接受專訪時，依然只用不想評價、很不想呢7個字作為回應。呢種長達20年嘅冷淡態度，證實咗當時上海片場嘅撤換事件對佢造成咗極深嘅傷害。面對洪金寶團隊嘅全面撤離同公開指責，周星馳必須喺最短時間內解決龐大嘅製作危機。功夫作為投資額巨大嘅跨國合作電影，每日停工都會帶嚟極為高昂嘅資金損失同嚴峻嘅檔期壓力。周星馳喺洪金寶離場之後，立刻緊急聯絡另一位香港動作大師袁和平救場。袁和平同洪金寶同屬七小福同香港功夫片嘅資深前輩，喺接獲邀請之後，帶領團隊火速趕赴上海接手剩餘嘅動作指導工作。袁和平頂住巨大壓力，重新梳理拍攝日程，並同周星馳建立咗相對順暢嘅溝通機制，巧妙地將周星馳嘅天馬行空想法轉化為可執行嘅動作招式。周星馳對電影品質嘅極致追求喺呢個過程中冇做任何妥協。佢繼續維持住高標準嘅鏡頭要求。袁和平嘅及時進場，令整部電影嘅拍攝重新回到正軌。但係呢個變動亦引發咗外界對洪金寶先前拍攝成果去留嘅高度關注。雖然洪金寶中途帶隊離開上海，但佢喺片場留低嘅創作精華並冇被完全廢棄。事實顯示得好清楚，功夫開場部分豬籠城寨3大高手對抗斧頭幫嘅經典大戰，完全係由洪金寶及其團隊一手設計同拍攝完成。呢幾場戲包括釋行宇飾演嘅虎力強、展現嘅12路譚腿、趙志凌飾演嘅裁縫勝、施展嘅鐵線拳，以及董志華飾演嘅油炸鬼使用嘅5郎八卦棍。呢啲動作場面充滿硬朗、傳統嘅招式對策同拳拳到肉嘅實戰感，展現咗洪家班極高嘅傳統武術造詣。整段豬籠城寨大戰佔咗全片大約1/5嘅動作篇幅，約為20%嘅內容。周星馳喺後期剪接入面完整保留咗呢啲精彩畫面，並冇因為雙方決裂而將洪金寶嘅心血刪除。呢份保留落嚟嘅成果，成為咗全片最受讚譽嘅傳統功夫精華之一。喺商業合約同名譽歸屬方面，周星馳喺事件爆發之後，展現咗極為清晰同專業嘅處理方式。周星馳喺透過哥倫比亞影業完成電影拍攝同剪接之後，依然按照原本簽署嘅合約條款，全額支付咗原本承諾嘅150萬港幣動作指導酬勞俾洪金寶。除咗付清全部費用之外，喺功夫正式上映嘅電影片尾字幕入面，周星馳亦明確打上咗洪金寶嘅名字。佢將洪金寶同後期救場嘅袁和平並列放在動作導演嘅位置，公開承認洪金寶對整部電影所作出嘅實質貢獻。數據同最終成品顯示得好清楚，周星馳喺金錢利益同名譽權益上冇對洪金寶進行任何扣減或者抹殺。呢個客觀事實證明，雙方嘅決裂完全集中喺片場權威、工作態度同個人尊嚴嘅衝突，而唔係商業利益上嘅糾紛。深入剖析呢次轟動影壇嘅決裂事件，根源喺於兩種完全不同嘅電影製作、哲學同片場文化嘅劇烈碰撞。洪金寶代表咗香港1980年代以來傳統動作電影嘅大哥大體制，呢種體制建立喺嚴格嘅師徒階級、經驗權威同極高嘅執行效率之上。喺洪金寶嘅片場入面，動作導演擁有絕對嘅現場指揮權同招式設計權，所有人必須服從指令。周星馳則代表咗千禧年後極致嘅導演中心制，喺佢嘅創作世界入面，電影嘅一切必須100%還原佢腦海入面嘅畫面同喜劇效果。
周星馳唔介意打亂原本嘅時間表同預算，亦唔喺乎傳統片場嘅尊卑階級同人情世故。當傳統嘅片場大哥大遇到追求完美嘅極致導演，權威嘅重疊同控制權嘅爭奪，成為咗無可避免嘅結果。業界多位資深電影人嘅公開評價，側面印證咗周星馳喺片場工作作風上嘅獨特同極端。知名導演王晶同杜琪峰都曾喺公開訪問中提及，周星馳喺拍戲現場極難溝通，往往只沉浸喺自己嘅個人創作世界入面。王晶曾形容周星馳喺工作上極度自我，而杜琪峰更曾直接指出，周星馳喺拍攝期間會不斷無預警更換想法，令合作伙伴極難跟上佢嘅節奏，做朋友冇法子進行。曾經長年擔任周星馳助理嘅田啟文亦曾透露，周星馳對電影細節嘅苛刻要求，往往會令現場工作人員感受巨大壓力。呢啲來自業界同長期合作伙伴嘅客觀證言顯示，周星馳對藝術品質嘅執着，同佢喺人際溝通上嘅缺失，係同一種性格特質嘅兩個面貌。呢種極端嘅工作作風，直接導致咗上海片場衝突嘅爆發。呢次幕後爆發嘅劇烈衝突，雖然充滿遺憾，但係最終產出咗一部震撼全球影壇嘅動作。電影經典《功夫》喺2004年正式上映之後，喺全球範圍內取得咗極高嘅票房成績同口碑評價，更喺金馬獎同香港電影金像獎入面獲得多項大獎。洪金寶喺前期設計嘅硬派傳統功夫，同袁和平後期加入嘅動漫式特效動作，喺電影入面形成咗奇妙嘅視覺平衡。豬籠城寨三大高手嘅傳統拳腳對策，同火雲邪神嘅終極特技對決，共同構建出整部電影層次分明嘅動作體系。評論界同影迷普遍認同，如果冇洪金寶前期打下嘅紮實傳統武術根基，功夫嘅動作場面將會失去重要嘅真實質感。呢部電影嘅巨大成功，證明咗兩位大師嘅心血創作依然喺銀幕上綻放光芒。喺2003年決裂之後嘅20年間，洪金寶同周星馳喺公開場合同電影事業上始終保持住極遠嘅距離。洪金寶喺隨後嘅歲月入面繼續領軍香港動作電影，憑住殺破狼同葉問系列重塑事業高峰，更獲得金像獎終身成就獎。但佢喺任何場合都拒絕同周星馳進行任何形式嘅合作或者私下互動。周星馳喺完成功夫之後，亦漸漸轉型為純幕後導演，執導長江七號同美人魚等作品。對當年上海片場爆發嘅決裂事件，從未喺公開場合作出過多辯解。兩位喺各自領域達到頂峰嘅香港電影巨星，自此走向咗完全平衡嘅人生軌跡。呢段因為工作分歧同尊嚴衝突而破裂嘅關係，成為咗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尾聲入面一個冇得彌補嘅歷史遺憾。對比雙方多年嚟嘅公開說法，同已核實嘅客觀證據，呢場決裂事件嘅全貌經已非常清晰呈現喺大家面前。上海車墩基地嘅惡劣環境同毒蚊叮咬引發嘅急性皮膚過敏發炎，係促成洪金寶短暫離開片場返港治療嘅客觀誘因。但係真正導致雙方關係徹底撕裂嘅關鍵，係於周星馳喺洪金寶返港睇醫生期間，未經私下溝通，直接做出當面撤換決策，以及兩人喺動作設計主導權同拍攝習慣上嘅長期對立。周星馳事後付清150萬港幣全額片酬，並喺片尾保留洪金寶署名嘅事實，明確證明咗呢場衝突完全唔涉及商業經濟糾紛，純粹係片場權威、工作習慣同個人尊嚴嘅正面交鋒，直接回答開場提出嘅核心問題。洪金寶同周星馳喺拍攝功夫期間決裂，係環境誘因、工作哲學、衝突同尊嚴受損三者疊加嘅必然結果。可以確認嘅事實係，上海嘅酷熱蚊患係事件導火線，周星馳未經溝通嘅當面撤換係直接點火器。而深層原因係傳統大哥大權威同極致導演中心制嘅強烈排斥。仍然冇答案嘅係，如果當時現場有具備份量嘅中間人進行有效溝通同調解，呢場轟動影壇嘅巨星決裂係咪可以有完全唔同嘅結局？呢段充滿戲劇色彩嘅幕後風波，至今依然係香港電影史上面最令人唏噓嘅一頁傳奇。唔知大家對洪金寶同周星馳呢次決裂事件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。多謝大家收睇娛樂真相館，我哋下次再見。